近来受到气候无稳定以及夏天烧热天气影响，民众出门观会意愿降低，观会人数比往常减少1-2成左右。加上现在阁是咧放暑假，观会主日一日的学生族群嘛减少真济，因此伫暑假期间过夜募集更是无容易。庭园境顶土地公庙16号就甲台南观会中心合办观会活动，希望发挥信仰的力量，号召更多民众来观会。即摆时站啊，你啊真欠火啊，你啊，所以我们就号召，看让一寡人给多一些人来捐血。咱是不是还有提供一些那个文创品系民众啊？我们庙方有提供一些文创跟一些那个礼券给那个捐血者，看能不能号召多一些人来。那今天我们目标大概希望能募得多少捐血？能捐得500袋的血。特别是主办单位庭园境顶土地公庙，除了准备礼券以及平安米要来送给观会民众。进前法院帮庙方制作初会转运香包张宇杰小姐，这次也特别制作了40份的结缘文创品，和前30名捐500cc，以及前10名捐250cc的观会民众到庙内索取，过路求平安。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。